你说说他俩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好。陈哲的父母去世的早，他也是很小就被送去孤儿院，小雅就是孤儿院里认识他的。那时候啊，小雅跟他俩关系就非常好。后来我把小雅给接回家了，小哲呢就经常来我家找小雅玩。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小哲跟小雅也经常来我这饭店里吃饭。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啊，吃的特别多。我看着他呀，吃那个香，我心里高兴啊。这饭店生意好的时候啊，我就给他俩炖肘子，小雅呢就拎着肘子去给小哲送饭。小哲他是在寄宿学校读的中学，那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哎呀，这一晃20年了。这不，今年小雅从法国留学回来了，没多久，他俩就分手了。哎，你说我这心里头，哎，真是可惜呀。我是看着他俩一点一点长大的，他俩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我心里就想啊，等他们长大以后，他们俩要真成两口子，那该多好啊！唉，可惜了。来，来，你吃菜，哎。喂，叔叔。听说你跟我闺女要结婚了？是啊。见个面吧，我要跟你聊聊。好啊，要不然你看今天晚上怎么样？选好了地儿，你告诉我。好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别动，你这是去见亲家，不得收拾得利利索索的。差不多就行了，你行了。跟你说，人家欧阳他爸定的地儿可高档，你可不能丢人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哎，我看，别说我哥收拾收拾还挺顺。好歹你算是把小雅给养大了，这回也算是吊着个金龟婿。什么金龟婿？你心里有点数，听没听见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这是来了。你看见我项链了吗？什么项链？没见着啊。就是我前几天老戴的那根，我就记得前2天放在桌子上了，但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着。哎，项链是不是你拿了？你真逗！我没事拿小雅项链干嘛？是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能干出那样的事儿吗？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你？哎，我跟你说你。哎呀，哥，你这是大喜的日子啊，别生气，你得高高兴兴的，要不然你欧阳他爸再不乐意了咋整？好了吧，咱们不说了，咱们走吧。欧阳在门口等半天了。去吧去吧，一切顺利啊！老爸，你先去吧，我拿个包，我马上就出来啊。哎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我项链是不是在你那儿？那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哎，你爸前脚走，你后脚态度就变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没拿你项链。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？好，
那我就把你上回的事情告诉我爸，你以后就别想再住在这儿了。小雅，前一阵子姑实在没办法，真的是缺钱，我就先把它放在当铺了，回头姑有钱就把它赎出来啊。账票还在你那儿吗？在，留着呢，不会丢，你放心吧。你给我留好了，回头给我。什么玩意儿？欧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叔，不着急。那咱们走吧。叔叔，慢点。喂，怎么样？见面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我们刚到，等完事儿了我再跟你汇报啊。好，那我就等你和欧阳的好消息了。还有啊，我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们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挂了啊，拜拜。爸，这个就是林美雅的父亲。林美雅的爸爸，欧总，你好。哎呀，志国，哎呀，志国，志国。一个，哎，过来，哎呦，
说志国呀，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呀？我以为你离开本市了。爸，你少喝点。爸，你也应该少喝点。你们俩不要管，我和你爸爸20年没见了，20年了。志国，全在酒里了，来，大的大的，豪华。没事的。哎呀，没想到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哎，我的女儿竟然进入你的公司，成了你的员工啊！志国呀，你还记着吗？在我那小破办公室里，咱们哥仨一喝就喝一夜，唱那歌叫《啊朋友再见》。啊，朋友再见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，请把我埋在山岗上。啊，朋友再见，啊，朋友再见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，请把我埋在山岗上。啊，朋友再见。大梁，你知道吗？我呀最近见了一鸣了，他从里面出来了。他，长莲，长莲。我们老了，以后啊，就看孩子们的了，就让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路去走吧，好不好啊？啊？我陪着。爸，陪着。长莲，陪我出去透透气好吗？好啊，走。我是你的啊。我觉得咱们俩的事儿啊，100%没问题。可是我爸肯定早就知道你爸是谁，他为什么还一直反对咱们俩的事情？你先点菜吧，我上厕所。老李，哎，坐。老李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躲着我。当初我辜负了小月，
老林呐，我诊断出淋巴癌晚期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见欧阳和他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如果幸运能够让我当上爷爷，抱一抱自己的大孙子，那就更好了。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。志国呀，你是怕他像我当年一样？你就放心吧，欧阳这孩子情义深重，这一点呐，我告诉你比我强多了。不知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们俩做亲家不是挺好的事儿吗？你怎么了？小雅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是那个小月的女儿。一对双胞胎，小雅还有个同胞姐姐，两个孩子长得是一模一样。所以，现在是你的儿子在跟你女儿谈恋爱啊！在没酿成大错之前，他们俩必须分手啊！张琳，张琳，张琳。我就想看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叔叔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干什么？这话应该问问你。你和我家小瑞在一起2年了，那我问问你，那时候你没跟林美雅分手，对吧？你说你不惜放弃你们俩从小到大20年的情分，来接近我们小瑞，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志国呀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啊！但我知道，逍遥要进欧氏集团，我就明令禁止他跟欧阳接触。谁知道偏偏就这么邪乎，他们俩不但越走越近，还瞒着我谈起了恋爱呀！当年，小月让我替他瞒住这件事情，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必须跟你说明真相啊！小雅以前的名字叫杜若雅，她刚一出生就遗传了你的先天性心脏病。小月没钱给她医治，不得已才把她送进了孤儿院，带着小雅的姐姐若娜远走他乡。我用了几年的功夫，好不容易在孤儿院才找到了她，把她带回了家，治好了她的病，并把她当成亲女儿一样的抚养着。老林，谢谢你啊！我是为了小月，不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志国呀，后来
你找到小月了吗？小雅前段时间在泰国见了小月，可问题是，现在这2个孩子，查理啊，我不希望小雅知道真相，你能答应我吗？长林，你想啊，如果小雅要是知道真相，你让她今后怎么面对欧阳，怎么面对你呀？你让她今后再怎么样的生活下去呀？所以，我宁愿她现在饱尝失恋的痛苦，只要这些年她不见到欧阳，所以我希望你尽快的把小雅从欧氏集团开除，实在不行，我带着小雅离开本市。这段时间，如果你想见她，你可以偷偷来看她，但是我不希望小雅见到你。等一切过去了，我再找机会告诉她。就按你说的办。长林，你干什么？长林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孽。你是干什么呀你？你别这样。这都是我做的孽。这黎薇薇不当狗仔真是可惜了。原来这就是薇薇说的要送我的神秘大礼。哎，这老哥俩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还不回来？欧阳，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？我总觉得咱们俩的事情不会就这么顺利。你别瞎想了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估计他们俩早就把咱俩给忘了，又不知道去哪儿唱歌去了。你可一定要控制住啊！爸，可算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就赶紧坐下来吃点东西。刚才你们光顾着喝酒了，都没吃多少。您怎么了？没有。哎，长林，来，赶紧坐啊，坐，你们坐，坐，孩子坐，坐吧，坐吧。吃菜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啊，吃点东西啊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走错门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走错门了。他们俩的事儿是，我到了孤儿院，别人告诉我，听说他们那会儿开了家小店，就在进货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我爸当场就没了。我妈在医院里面躺了2天，
也走了。那是我4岁的事儿了。现在想想，一个4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？他就是奇了怪了。我那会儿就知道，往后的日子都得靠我自己了。林美雅来孤儿院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那儿待了3年了。我看她小小个儿，也不说话，谁都不搭理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经常哭醒了要妈妈。几个年纪大的孩子就觉得她烦，合起伙来欺负她。但是我觉得她可怜，因为我刚进来那会儿也那样，所以我就帮着她。后来过了几年，她运气好，被人收养了，我俩就反过来了。我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她屁股后边，跟着她去她家里蹭饭。其实也就是想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吧。再后来去了寄宿学校，彻底反过来了，轮到我被欺负了。因为我没钱，一年到头就那一件衣服一双鞋，浑身都是窝。但是美雅不嫌弃我，她跟她的养父对我都很好，我很感激她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我其实都活不到今天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去了国外，我进了欧师。他越来越好，但是我还是那个样子，到处被人欺负，被人挤兑，被人不待见。有一回，同事为难我的时候，是小瑞站了出来，帮我解了围。所以我感激他，我甚至是崇拜他。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一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所以你就脚踏2只船，你喜欢小瑞，跟小瑞好，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熏心。叔叔，我承认我一开始是脚踏2条船，但是我不跟林美雅分手，不是因为我爱她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20年的亲情。我也承认我一开始接近小瑞是有目的的，但是我是个人，不是机器。人和人相处久了总有感情，何况我们2个人在一起2年啊。这2年里面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她了。别给我扯淡！像你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少跟我扯什么爱我女儿之类的废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帮助小瑞继承欧氏，其实你是为了借小瑞的势让自己爬得更高。叔叔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不是为了您和小瑞，我为什么要提议在泰国绑架欧阳啊？您可别忘了，如果不是您在当中横插一杠子，那1000万我们早就拿到手了。虽然那对欧氏集团来说是9牛1毛，但是也足够你们后半辈子安安稳稳，足够你东山再起了吧？小哲，林美雅，你们俩，你们。我爸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？对啊，上个卫生间也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啊。别着急，我去卫生间找找。美雅呀，你爸爸呀一定是喝多了，到外面透透气。董事长，我还是出去找一下我爸爸。不好意思啊，
您先吃点东西，稍等一下。啊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！一鸣，我真想不到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我怎么变成这样？你问我呀？你去牢里待20年试试。20年出来以后，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我都不敢认，这什么滋味？你体会体会。欧长林，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，我要让姓欧的全家都不得好死。我告诉你，我出来就这么一件事儿，明白吗？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都听到什么了？小哲，叔叔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我知道你本质并不坏，你现在是被利益蒙蔽了心。赶紧收手吧，趁着一切没发生，叔带你到公安局自首，好不好啊？来不及了，我回不了头了。你怎么回不了头啊？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啊！小哲，叔叔绝不能看着一条路走到黑啊！再说，你父母要是全心有志，他们看你这样，他们该多伤心啊！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带你和小雅离开本市，咱们到外面重新生活。走，咱们走。我爸在里面吗？在，您别着急，妈，我分头再找找。啊，走。小哲，你犹豫什么呀，孩子？陈哲，你想好了，你今天让他离开这个地方，你可就没有明天了。我无所谓，大不了再进去一趟。可是你呢，不但得不到你想要的，也许这辈子你就这么交代了。小哲，你不要听他的话，你相信叔叔，咱们走，好了，咱们走。欧阳，你说我爸他能去哪儿啊？这饭店咱俩都找遍了。这么大的门啊，肯定丢不了。别急，我们再找找啊。走。你别信他的话，你叔叔，你干什么？你小哲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你放开我！小哲，咱们赶紧走！你过来！你别！我抓住你了！抓住你！抓住！松手啊！赶紧松手！陈哲，你看清楚了，他的女儿现在正满世界找他，也许马上就会找到这儿来的。赶紧松手啊你！你忘了你刚才在屋里对我说的话了？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，不再是一个人了。你马上就会成功了，只差这一步了。难道你就在这儿放弃了吗？可是什么？为了他，你就为了这个人毁掉你的一切吗？你赶紧，只要手一松开，
只要松开手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里没有摄像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小成，不要击打他，救救我！小成，快走，走吧，快走，走！干什么呀？赶紧打110报警啊！哎呦，打过了，这人从上面掉下来，摔下去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到这儿？是不是喝多了？我觉得是。赶紧叫救护车吧！哎，行，这人没事吧？掉下去的，找人看。怎么掉下来的？赶快打110或者叫120啊！你打110。哎，你们谁去叫一声啊？快！刚才已经打过了啊，估计马上就会到。小哲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想吃叔叔做的菜就来大排档，想我和小雅呢就来家里坐坐。你记住了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永远都是林家的一份子啊。